太多人咧，佢哋會驚噶嘛。所以咧，我就覺得啦係好難嘅，咁我咪瞓咯。所以我通常都是休息啊。有人問我啊，你不開台嘅時候在做什麼？我唔開台嘅時候，我通常都係啲 me time 咯。就所以我是一個真的比較，除了開台之外，我都不用講話。除咗開台之外，我係唔使講嘢㗎。除咗開台之後，我基本上我係可以 shut the fuck up。我淨係直播先需要講嘢㗎啫。平時我係唔使講嘢㗎，我係可以